個退休人士咧，佢都應該要因應佢本身嗰個經濟條件啦，同埋個健康狀況咧，去規劃佢自己嗰個退休嗰個目標嘅。對於我哋知識分子退休嘅人士咧，其實我哋個個都希望咧退咗休咧，亦可以揾啲 part time 每個月做2-3日嘅工作嘅。不過咧，so happen 咧就比較呢方面嘅生事比較少好多，即係冇機會咧將我哋嗰啲原本有嘅專業知識咧可以再貢獻出嚟。就呢個我都覺得比較遺憾啲。覺得咧就唔需要好明確咁去分開長者或者係普通人士嘅。咁不過咧就因為長者咧始終有呢啲 limitation， 即係視力方面啊，或者咧平衡能力方面咧，可能已經差咗啲啦。咁如果你嗰啲公共嘅刊物啊，或者啲紙媒牌咧，係啲字體較為大隻啲、清晰啲，咁對於我嚟講咧，就應該會比較好一啲啦。咁啊，所有嗰啲落樓梯、上落樓梯咧，有適當嘅扶手，你落得會覺得安心啲。即係做個少少嘅總結啦，即係其實都見到，如果真係要做到年齡友善或者係有包容程度呢，而喺現時嘅服務入邊，點樣可以細心啲，真係去從退休人士嘅角度睇啊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用得舒服啲、用得開心啲？呢個呢，就係其實最重要嘅一個元素啦。